嘉义溪口为着要推动地方创新，举办溪口小戏节活动，安排演出甲展览，希望推广艺术文化，嘛保留在地历史记忆。伫溪口旧的乡公所内底，用戏剧演出来讲在地较早的故事。附近的巷仔嘛有艺术家伫户外来做表演。嘉义县溪口在地文化团体用溪友故事讲作主题，举办小型的戏剧表演甲展览。溪口较早之前会生到啥物模样，可能做侪人已经放袂记啦。希望透过即个小细节，会当有较侪一种想象，跟一些回忆会当伫遮出现。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小戏的方式，让人参与无共款的艺文活动，会使入来遮透过行踏阮日常生活的空间，来熟悉这个所在。计用7个表演团队带来10来户外亲子活动、艺术文化的演出。主办单位河洛县戏剧文化工作室表示，透过小戏节的举办，若让民众看到真卡的艺术能量，嘛，互伫外地溪口主题，会当来故乡替文化的推广尽一份力。跟阿嬷的感情也是算比较深，但如果她想要看我表演，她就要千里迢迢到北部，所以知道有溪口小细节就是自告奋勇回来这边，就是希望推给阿妈看。我觉得是蛮新鲜有趣的结合，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在地人知道我们家乡，然后透过戏剧的方式了解我们溪口的文化。乡公所表示，溪口是嘉义县面积上细的乡镇，人口无济，资源嘛真缺欠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能推广艺术文化，嘛替增卡所在带来地方创新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